靈修分享，日期2026年8月24日。經文以西結書45章9至25節。上帝吩咐以色列嘅王要施行公平同埋公義，除掉強暴同埋搶奪。佢哋必須使用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巴特，並且要喺節期、月朔、安息日，就係以色列家一切嘅節期中，獻上燔祭、素祭、奠祭同埋贖罪祭。以色列家亦要守逾越節同埋住棚節。今日我哋基督徒唔需要獻上好似以色列人嘅一切祭祀，亦唔需要守以色列人嘅一切節期，但係我哋基督徒卻係要喺日常生活中流露出上帝透過主耶穌基督俾我哋嘅大誡命，愛上帝、愛人，同埋大使命，使萬民做主嘅門徒。咁樣，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先至唔會枉過，我哋亦唔枉費上帝藉着主耶穌基督拯救我哋嘅恩典。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該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4章2及7至8節。阿們。